Hello，大家好。你有冇望過月球？你可能覺得佢只係一粒冰冷嘅石頭，圍住地球轉咗咁多年，冇生命，冇空氣，冇任何特別。但係白莎話，月球唔係自然形成嘅，佢唔係一粒普通嘅衛星，佢係一個人工衛星，喺月球有雛形之後被改造嘅，被星際文明改造，入邊有唔同文明嘅飛船基地。佢嘅存在同地球嘅命運有密切嘅關係。今日我哋就揭開月球嘅神秘面紗，佢嘅真正來源，佢嘅真正功能，同埋佢嘅內部到底係有啲乜嘢。白莎話，月球唔係同地球一齊形成嘅。主流科學家話，月球係幾十億年前一粒火星咁大嘅行星撞擊地球，碎片飛出嚟之後形成嘅。呢個叫做大撞擊假設。月球嘅真正來源係一個被放置嘅人工衛星，佢係一個好古老、好先進嘅文明建造嘅。白莎有提到喺地球11000年前，大概係 Atlantis 亞特蘭蒂斯嘅最後日子，佢哋嘅科技水平係我哋想象唔到。佢哋建造月球嘅目的，最初係作為一個星際中轉站，即係一個俾飛船停泊、補給、維修嘅基地。你可以想象，月球係一個巨大嘅太空港口，好多唔同文明嘅飛船都會喺度停泊。但係後來發生咗一啲事，月球嘅功能就被改變。白莎話喺 Atlantis 亞特蘭蒂斯最後嘅日子，地球嘅情況好混亂，地軸搖擺不定，氣候極端混亂，海平面大幅上升，生命面臨巨大嘅威脅。喺呢個時候，有關嘅星際文明介入咗，佢哋將月球重新校準，賦予佢一個新嘅功能。呢個功能就係能量穩定器。月球被設置成一個巨大嘅引力平衡裝置，佢嘅存在穩定咗地球嘅自轉軸，令到地球嘅傾斜角度保持喺一個適合生命嘅範圍。冇月球嘅穩定作用，地球嘅自轉軸會擺得好厲害，可能會擺到0度，令到成個地球冇四季；可能會擺到90度，令到南北極變成赤道，赤道變成極地。呢種極端嘅氣候變化會令到大部分生物冇辦法生存。月球亦都喺度控制緊地球嘅潮汐，潮汐嘅存在對海洋生態系統係好重要，佢帶嚟營養，帶嚟氧氣，帶嚟生命嘅節奏。月球就係地球嘅定海神針，喺呢度地球先可以有一個穩定嘅環境，生命先可以繁殖，文明先可以發展。呢個就係點解月球嘅大小同距離係啱啱好，佢嘅大小啱啱好可以做成日全食，佢嘅距離啱啱好可以穩定地球嘅自轉軸。呢啲全部都唔係巧合，全部都係設計。白莎話，月球嘅內部同埋背面仍然有基地存在，呢啲基地係屬於星際聯盟嘅。月球嘅背面永遠都係背向地球嘅，因為月球俾引力鎖定咗，佢嘅自轉周期同佢圍繞地球公轉嘅周期係一模一樣，所以地球永遠都只係望到月球嘅同一面。呢個唔係巧合，呢個係故意嘅設計，目的係令到月球背面嘅基地唔會俾人類睇到。喺月球嘅背面有好多唔同嘅文明基地，亦都有唔同嘅文明喺嗰度做科研同觀察。佢哋喺度監察住地球嘅能量場、氣候變化同埋人類嘅集體意識。唔同文明嘅基地喺嗰度發送療癒嘅頻率俾地球嘅能量網絡，亦都有文明喺嗰度研究點樣幫助人類嘅科技進步，令到我哋唔好重複 Atlantis 嘅錯誤。我哋可以推測，人類嘅太空計劃其實一直都受到星際聯盟嘅監視。每次阿波羅任務登陸月球，月球背面嘅基地都知道，佢哋會暫時隱形或者轉移到月球嘅另一邊，避免俾人類發現。但係有時佢哋會故意俾人哋睇到一啲嘢，例如一啲唔尋常嘅閃光，一啲唔可能係自然現象嘅結構，一啲快速移動嘅不明物體。
呢啲係佢哋嘅遠性揭露，目的係要慢慢俾人類意識到月球上面有啲嘢，但係唔會一下子嚇親全人類。我哋喺一啲電視台報道都見過，有好多前 NASA 員工、前太空人都曾經目睹過呢啲現象。佢哋有啲選擇沉默，係因為簽咗保密協議；有啲選擇喺晚年嘅時候先講返出嚟。佢哋分享嘅消息全部都指向同一個結論，就係月球唔單止係一粒普通嘅石頭，佢係一個有基地、有活動、有生命嘅地方。Bashar 話喺 ET 公開接觸嘅後期階段，月球基地會正式向人類開放。當人類準備好接受呢個真相嘅時候，我哋會睇到地球嘅歷史當中真實嘅故事同埋事件，會記起我哋整個物種、我哋嘅星球嘅過去，同埋我哋喺太陽系嘅過去，會有幾咁震撼，會有幾咁不可思議。人類會發現自己嘅歷史書唔係全部都啱嘅。月球唔係一粒石頭，佢係一個巨大嘅太空站，佢係人類嘅守護者，佢係連接地球同埋星際嘅橋樑。佢一直都喺度靜靜咁樣守護住地球，等緊人類有一日準備好接受呢個真相，等緊人類有一日可以成為星際社會嘅正式成員，等緊人類有一日可以親自踏入月球嘅內部，同佢哋嘅星際家人正式團聚。Bashar 話 ET 公開接觸唔係終點，而係起點。當人類正式同星際聯盟見面之後，我哋嘅文明將會經歷一次前所未有嘅轉變。Bashar 話你哋係最後一代智人 Homo sapien， 下一代將會係完全唔同嘅存在。呢個轉變唔單止係基因上邊嘅，更加係意識上。我哋將會成為一個新嘅物種，一個混血嘅種族。唔單止係人類同小灰人嘅混血，而係包含住多個星際文明精華嘅星際人類。Bashar 話公開接觸嘅終極目的係邀請我哋正式加入星際聯盟。我哋將會喺星際之中佔一席位，唔係下屬，唔係次等嘅存在，而係平等嘅一員。而地球將會成為銀河系嘅一個樞紐，一個十字路口，因為我哋嘅基因包含住咁多唔同星際文明嘅精華，我哋係最適合做橋樑嘅物種，連接唔同嘅文明，促進佢哋之間嘅交流同合作。地球將會成為一個地方，俾唔同嘅物種一齊分享，一齊學習，一齊慶祝佢嘅多元性。Bashar 話公開接觸唔係關於遇見外星人，而係關於記起我哋真正係邊個。當你望入一個 hybrid 混血兒嘅眼睛，你唔會望住一個陌生人，你係望住你自己嘅將來，你係望住你自己。公開接觸係必然會發生嘅事，唔係會唔會嘅問題，而係幾時嘅問題，而幾時完全取決於我哋。呢個唔係好遙遠嘅未來，你而家嘅每一個選擇，你而家嘅每一個念頭，你而家嘅每一次呼吸，都係喺度創造呢個未來。公開接觸唔係星際聯盟嘅決定，而係我哋嘅決定。當我哋準備好，當我哋成為愛嘅化身，佢就會嚟到，因為佢哋一直喺度，只係等緊我哋。今日講到咁多，下次見。